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4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财政部建议地方政府将对新地台湾高雄加厝价一直起的所在来征收囤房税，高雄市已经提出方案。中选会今仔办第3场的电视意见发表会，讨论公投白大选，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来这亲像保健食品引起争议。美国举办的线上民主峰会12月7号开幕，有邀请110个国家，包括台湾、中国、新加坡跟罗西亚，无伫名单内。新闻开始来看，过来今仔无增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案例，有5例境外病例哦。另外，放流主2档疫苗满14天，伫居家隔离的时有探病等需要，出外的时间会当对2点钟放流到4点钟哦。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确定病例竟然没有境外移入5例，现在的人口涵盖率第一是77.25%，那第二季是49.81%，现在也放宽就在居家隔离、居家检疫外出的规定，已经完成疫苗应接种剂次并达14天以上。那每次的外出的时间由2小时放宽为4小时，人道的这些需求，亲属的病故、重病，等紧急需求，那外出是每天1次，那每次是4小时，这4小时是不包含车程，那也不得在外过夜。再来看新北市内，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早起是公开表达讲反对丁芳核数的立场。因讲核数场起伫新北市，所以要交予全国民众来决定讲敢要丁芳，对于当地民众来讲是真无公平。毛立委是指出讲，核数场有一寡地质的疑虑，阁有需要进一步来调查。即马特别用公投要来决定讲核数敢要丁芳实在是替人民性命财产的滚生笑。4大公投剩无1个月，24透早6位选区伫新北的民进党的立委，甲2位无分区的立委举行反对中芳核数的记者会。立委罗志正指出，核数厂伫新北人先头推影响上大，所以由全国来替新北人决定命运。全国性的公投，把这个结果丢给新北市民来承受，这也是不公平的。立委林淑芬指出，早期核数厂地质调查无完整，后来发现新的证据，相关的4项调查拢无完成。根本无法度证明核数厂的地点甲建筑够安全。拿一个不安全的核试，要求要公投来重启，这简直是拿人民的生命财产在开玩笑。针对伫公投电视说明会，正方讲台电内部有一份核数丁芳的报告，台电阁大硬反驳，讲这拢是正方家己创的一出戏。严正的驳斥，台电公司还有所谓的重启规划书，这纯粹是。以和养绿的团队，他们自导自演的一出戏。执政党的立委拢徛公平，认为核数厂有各种问题。立委范云强调讲，核电厂敢有下标准，应该由原能会来做最后检查。也拿原能会审查包含系统功能试验报告，佮有燃料增进前爱完成的4项清单，这拢是无完成的。而且原能会也捌表示过，核数无达到安全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12月18公投特别投票，中选会今仔办第3场的电视意见发表会，早起是讨论公投白大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曾沛君批评讲，2018年公投的乱象，就是因为中选会无规划好问题毋是因为大选甲公投同一天投票。也毋过，民进党立委曾瑞祥是批评讲，国民党一向对公民投票的态度是拢无正积极有问题，大家应该好好讨论，做伙来做决定，毋是就是表示反对。公投是毋是应该白大选？来自国民党的正恨代表台北市议员钟沛君强调，公投白大选除了投票率较悬，提升公投结果代表性，卖当来降低公投行政成本。另外，2018公投甲大选同一天举行，结果影响投票速度，造成投票时间延后结束的状况，只要宣布改革，都袂再发生。民进党口口声声告诉大家，2018年公投并大选，所以才让民众苦等。错啊！这是民进党的中选会办不好选务，所以才会让民众一直等，所以才会修法让公投脱钩大选。是民进党自己尿不准，还要去怪马桶歪啊！不过，方恒代表认为，公投对事、选举对人，两项投票应该无同天来举行，才袂因为两个投票速度无同，再度来出现2018公投的乱象。方恒代表民进党立法委员曾瑞雄批评，国民党一向对公投是真无积极的态度，
即马公投出现问题，嘛无愿意做伙来修正。民进党碰到乱象，我们其实也好想来跟所有的在野党好朋友讲，我们应该一起来解决。民进党正视问题，将公投跟大选我们来脱钩，让人民对于公投能够有更充分的时间来讨论，跟理性的做出选择。曾水雄希望公投甲大选的脱钩，才能让各界对着公投议题有更侪讨论的空间。不过钟佩君嘛强调，进行公投甲大选做伙来举行，这投票率嘛无一定算讲真悬，也是脱钩一定是寡低。这失去公投，就是要听民意的意义。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国际上加速的计消息一直在起哦，咱国内嘛有真大空气碰撞的压力。国发会主委金明谦是表示讲，日会公布10月份的景气灯号，即卖已经连续8个月拢是景气真旺的红灯咯，第9个月嘛有可能会继续红灯哦。主委嘛认为讲，明年通货碰撞的压力应该会当消透咯。物价无稳定，通货膨胀压力继续升悬。除了消费者买物件时阵特别有感觉，中小型店家甲业者拢花者未少。国发会主委姜明谦早起出席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备询进程表示，26会发布的10月景气灯号，有机会连续9个月出现代表景气真好的红灯。10月份的部分嘛，看起来是有机会了哦，虽然。出口持续还是成长，但是成长幅度虽然没有比前几个月好，但是10月份的内需状况改善得非常非常好。我想这个内需的状况应该对整个景气是有数字上来讲是有蛮大的帮助。姜明谦认为，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至少受国外油价起价甲供应链的影响，不过对时间有希望慢慢改善。台湾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应该在2%以下，甚至明年可能不到1%，所以有估明年通货膨胀压力应该能缓解。同一时间，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在电台专访，指出今年台湾的出口各会创历史新高。那所以明年的这个在今年基期这么高之下，那明年看起来还是会非常好，特别在疫情之下，而且对台湾自己来讲，已经10几年没有这种6%的成长的这样的情形了。王美花表示，在美中经贸这出事影响之下，台商等台湾投资超过1.4兆亿，在国内用电量也增加真多。17月公投结果关系到台湾民生经济发展，同时也决定台湾未来走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嘉台南高雄这个所在哦，最近的厝价一直在起，财政部建议地方政府会当来征收囤房税，嘛有其他县市嘛打算要来吸囤房税。高雄市已经提出囤房税方案咯，表示讲会优先来评估。房价起袂煞，特别是新竹台南，拢互外界认为讲这是炒房的热区。23财政部找房价较波动的6都新竹县市来开会，建议开征囤房税来压制房价。24高雄市长陈其迈伊头一个来表态，讲伊要用自治条例来修法推动。那我们高雄市会推动囤房税，因为房屋是用来居住使用。不是用来囤积炒作。那在立法的程序也必须经过市政会议跟议会以自治条例的方式来做处理。最近台积电宣布讲要进驻高雄，地属南主这北高雄地区的区域房价一直要压起来。台北市从2014年开始来实施囤房税率。非自用的这个主体2户以下，每一户要甲扣2.4%的房屋税。3户以上的扣3%，也若台南的囤房税法当在审议当中，估计明年7月要来开始。23财政部的会议内底，新北、桃园、新竹这县市拢会拍拼来对阵。考虑市民的负担，以及租税的公平，还有避免囤房税转嫁给弱势的房客的前提下。审慎的研议，不过有表示讲会对咧安尼做的县市，也未提出有具体的方案。若是要落实这款大的正义，也阁有一段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上节目，伊甲莱克多巴胺比做是保健食品哦，引起真侪讨论。主委今仔搁再强调讲，伊的意思就是讲莱克多巴胺是动物的饲料添加物，我解是误解伊的意思。也毋过伊嘛针对讲了无解好回释的。也毋过，那也是认讲，陈吉仲应该爱落台负责。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接受民进党网络节目的访问，因为有讲到来这代谢紧，其实是无啥要紧的添加物，这就亲像咱一般人食三顿，还会食一寡保健的食品，这个讲法互解读做讲来这是保健食品，来引起争议。后续有很多，包括国民党直接把我讲说来剂就是保健食品，我想我要特别强调，我没有讲来剂就是保健食品。那对于许多的过度的延伸，那我特别感到遗憾。面对这个争议，陈吉仲24亲身来解说，强调讲原本是要讲来这是饲料的添加物，所予人过度衍生硬拗，未来伫个比如顶关会更加斗大的。机动主委的原文原意非常清楚，不要扭曲。而来剂是动物的饲料添加剂，我们都看到。符合国际安全标准。苏贞昌出面来陪会讲，强调这件代志应该都爱理性来讨论，唔通挑工来扭曲。陈吉仲是2021年最佳的来剂代言人如果今年要票选诺贝尔奖我建议我们的行政院提名他去参加可能会得到最佳笑话奖。虽然陈吉仲出面说明，那也要是安尼弄叫，你口说这个民进党万会当来开放内地进口，这是真含。嘛强调讲，有160外个国家把这个来这个列做动物饲料的禁止添加物，陈吉仲的做法实在互人看袂落去，应该都爱下台负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12月初9、初10会亲身来主持线上民主峰会。美国国务院昨晚公布讲，拢总是邀请110个国家，咱台湾嘛是其中一国。外界嘛正关心讲，咱的总统蔡英文敢会亲身出席？外交部表示，会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唐凤甲驻美代表萧美琴来参加，而且这份名单内底并无中国、新加坡佮罗西亚。Absolutely committed to working on it. I share your view that Taiwan is a strong democracy, a very strong technological power.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捌伫听证会顶关承诺，要邀请台湾参加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民主峰会。23国务院官方网站打出受邀请名单，台湾就伫名单当中。欧洲主要国家包含最近甲台湾关系真好的立陶宛、日本、韩国等，有110个国家，按过中国、新加坡、俄罗斯拢无受邀请。这个白宫的民主论坛确定有受邀请台湾参加。感谢支持说明，谢谢大家辛苦了。外交部长吴钊燮早起被问到民主峰会议题时阵，无加做回应。民主峰会要伫个12月初9甲初10以线顶方式召开。主题是抵御威权主义，打击腐败，甲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按过目前各国的出席名单也无公布，台湾是不是会由总统蔡英文亲身代表？大家拢真关心。可以获邀参加这个首届民主峰会呢？是全体台湾人民的光荣哈。更重要的是对抗强权上面的一个韧性度，可以被全世界民主峰会的这些国家元首看得到、听得到。EIT 表示，台湾参加民主峰会应做出有意义的贡献。美国媒体分析，欢呼邀请台湾，意思是展现团结。啊，不过这举动有可能让北京真生气。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内查到一件大规模走私毒品的案件，拢总查到446公斤的海洛因4盒啊，也毋过嫌犯是个还未抓到。内政部长徐国勇呼吁讲，中国应该以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协助引导嫌犯。昨发生伫新店的枪杀案，嫌犯嘛是逃去中国的厦门，政府嘛呼吁中国和嫌犯返来到台湾接受审判。警方展开行动，将所有的原物查拢扣来。原来这款查内面有押毒品要走私来台湾，检警合作，总共查到446公斤的海洛因，市面上的价钱是50亿。也是最近这几年查到的毒品数量上大的案件。不过，姓林的主嫌犯在案发了已经走到中国。内政部长徐国勇就向对方发挥，希望中国会当协助把人抓大。我们希望中国基于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赶快把这一个也要绳之以法。那这件毒品案，在进前新北市新店所发生的重大枪击案，涉嫌杀人的姓叶查甫人。
过路边变装换车制造断点，甚至一日案发迄天无到6点钟，就对同机场坐飞机去中国厦门。警政署讲，希望两岸共打机制，会当互人返来台湾接受侦办。目前我们还是在低调办理啦。是。中方的目前的有回应吗？他们会尽量办理，所以他们是有回应说会强行。是。我相信大陆的公安部会尽力来协助台湾缉捕相关重要的嫌犯。两岸因为政治疫情的原因，关系降到上歹。中国引导遣返通缉犯甲嫌犯的人数降真多。因若两岸共打机制是毋是适能停来？新北市长侯友宜甲警政署长陈家钦是监督官的看待，相信会当透过这个协议，甲嫌犯遣送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份，台铁发生德鲁古号事故，交通部要求铁道局接管台铁临时铁记录的工程，让台铁会当专心来经营。也毋过将铁道局负责的台南地下化工程，有一台施工的货车伫倒退路的时阵，刷驶上铁记录。加载是有工作人员看到，赶紧通知，才无发生意外。伫台南市北区实践街滨高道附近，这台南铁路地下化临轨工程，交由交通部铁道局负责。23煞差点发生意外，迄时阵一台施工货车倒退路接近铁记录，特别牵入到货车路线，好加载第一时间互台铁人员看到，赶紧通报向列车示警。互当时特别通过这路段3167处区间车及时打洞躲过一劫。发现说他的那个车辆有那种疑似就是往铁路这一边驶离的一个方向的时候，那我们瞭望员就为了担心说有这个状况的发生，那就马上就是启动那个就是通知卡车吊卡，它进去之后，它有2个点，设备先放了第1个点，然后第2个点，因为它贪图方便，就是用马库的去把这个设备比较靠近施工地点。那因为这个情况，它的刹车失灵，所以变成它有侵入监控的情况。铁道局表示，经过初步调查，这意外是外包厂商无按照标准的行程来做，会追究责任。台铁伫今年发生泰鲁阁事故了后，互交通部命令临轨工程全面移交予铁道局，主要是看中铁道局工程量能较好，想袂到佫差点发生施工车入侵轨道的代志。交通部长王国材进前也开专案会议，检查台铁最近3个月以来解决状况。伊表示，其中有不可原谅人为错误，无排除撤换处长级的主管。没办法原谅的是人为疏失比如说打错轨道，以及这个故障车没有用托运车来托运都违反了标准作业程序所以我要求这个部分一定要严惩。我也不排除，如果因公机电是个处长，再让这个标准作业程序有疏失，一定会把它撤换。交通部检视台铁最近3个月来发生的9件事故，除了设备老旧，还有人为疏失。针对违反 SOP 员工，已经要求台铁爱处罚，更严格要求台铁主管爱检讨，提出应用措施。若是无法度改善，就要向顶悬追究主管督导不周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有一间卖场，员工因为提醒人客爱挂喙红帽，却说互人客呛声。这个店员后来有去告这人客妨害名誉甲妨害自由，后来判决了妨害自由的部分是无起诉，妨害名誉会做简单的判决。或这个店员是真不满哦，伊讲唔知政府立场到底是啥款。有男性去到连锁的大卖场，疫情期间无挂喙烟，店员可以提册，这个男性煞雄雄掠讲，甚至佫骂歹过，佫甲店员呛声讲要去外口输赢。店员感觉受到侮辱，提告妨碍自由甲妨碍名誉。没想到讲经过检方的查办，妨碍自由判不起诉，妨碍名誉也申请减役判决，和提告的店员是真不满。判决结果也是说我没有任何证据什么，我已经提供监视影像给他们看了，但是还是以证据不足什么不起诉处分，那我是不是以后钻法律漏洞就可以为所欲为？就是觉得那就可能就贴张文宣就好了，就尽量不要去讲，因为就怕这种事情再发生。检官认为说，这被告只是跟告诉人说这要
叫告诉人到外面去讲。那这句话其实跟恐吓罪的构成要件其实还是会有落差。台湾最近连续发生卖场店员受到攻击的事件，警方也开始加强便利店的巡逻。总统蔡英文已经指示要运用科技来提升保护机制。为此，台湾市政府招科技业者推出 AI 喙暗侦测系统，那测到无挂喙暗，就会广播宣导，而且还会通报警方，直接来到现场处理。有别于以前用人跟人直接去劝他，那现在因为有一些怕避免一些人身上的一个危险，或者说这个人口角中间的一个不愉快，对于他们的安全性是需要顾虑到的。科技业者佮另外赞助分段服务，开放3个月内30间的在地店头申请。虽然国内疫情转好，不过挂喙暗的政策短期内未改变。现时有自动警示广播、加警政通报的应用，期待通改善问题，兼顾到防疫甲店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澳洲连续第2天出现环性阴现象，未来赤道太平洋地区可能会有愈较侪风台哦，嘛会出现比平均温度愈较低的天气。另外，澳洲的新南威尔斯省最近3天无尾熊的数量是减少3成，气候危机嘛威胁着动物的生存。细只无尾熊达拉完成体验，确定健康，正紧动放转去因老母的身躯边。因是野生动物园无尾熊内底，正加载会当活落来一对。从2017年到2020年，接到无尾熊可能受伤，也是讲有危险的通报电话有加47%。Do you know if this koala is injured? No, I don't. So the first point of what we do is we assess. It's not rapid breathing. Rapid breathing would tell me it's heat stress and also that there may be an injury. 澳洲无尾熊基金会报告，新南威尼斯省的无尾熊过去3年已经减少41%。伫去年澳洲国会的调查，过去2年差不多有5000只无尾熊伫森林大火内底无命。过度开发大量臭树啊，也有野火的炭烧，气候的危机，拢来损伤着野生动物的生存，嘛影响着人类。澳洲的气象局伫23表示，反性阴现象已经连续2年来出现，有可能会替澳洲的中部、北部、东部的地区带来平均值以上的降雨量。The La Nina is likely to persist through until at least January, possibly through the summer as a whole. We already have quite wet soils, quite full rivers, and quite high catchments at the moment. So any further rainfall raises the risk of widespread flooding, particularly in southeastern Australia. 澳洲气象局表示，9月时阵，甲反性阴现象甲列做观察，10月升级到警戒。这个月初有一个低气压系统替东南部地区带来50至150毫米的雨量，这嘛是这几年来上界悬。伫昆士兰甲新南威尼斯省的内陆引起真侪风灾大水。专家表示，反性阴现象有可能会来提悬麦仔的产量。今年9月，澳洲政府因为有利的天气条件，预测这期的麦仔会增产17%，接近历史的水准。另外，这个时阵嘛来到森林大火的季节，嘛因为比逐一年加真侪雨水，可能袂致使讲较严重的灾情发生。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为着要拼预防针的注射率以色列昨开始帮5岁到11岁囡仔注预防针。以色列总理9岁细汉后生，嘛伫头一批注射名单内底。5岁拉沙尼知影囡仔你要注疫苗，会当帮助伊对抗新冠病毒。不过因为惊注射，也是妈妈好。We are saving our lives and others' lives while getting the vaccination. 以色列23对全国5到11岁囡仔实施大规模注放射，做的是辉瑞 BNT。前一天已经有几多城市先注。根据辉瑞对儿童临床实验的资料，保护率是90.7%。以色列人口940万，5到11岁囡仔120万。总理9岁细汉后生也伫咧镜头前注。מצוין. זהו. נגמר. זה לא היה כלום. מה? זה כאב? תגיד לילדים. זה ממש לא כאב. ולכן? רק נראה כואב, זה לא כאב. 以色列非营利健康维护组织马卡比的调查，5到11岁囡仔的父母有41%会互囡仔注，21%也未决定，38%无爱互囡仔注。There's no need to insert
any chemicals to their bodies. She is very young, and I don't know if it was checked enough. 以色列6月时阵发生第4波疫情，一直到9月才稳定。不过最近2礼拜发现基本传染数也扩大开始增加。在过去几天，逐天嘅确诊数也有增加，感染者有一半是11岁以下嘅囡仔。专家认为，囡仔也做疫苗，才有机会达到群体免疫。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20世纪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1913年到1914年写的广义相对论的手稿，将伫法国巴黎甲佳士得拍卖会以1170万欧元的价值卖出去。这份有54页纸拢已经黄去，用黑色的墨水写着各式各样计算方程式的文件，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913年到1914年之间，伫咧瑞士苏黎世大学教书时阵，甲伊好朋友兼学术的伙伴米切尔·贝索所写的广义相对论的草稿。其中一半是爱因斯坦的比例。爱因斯坦正惯势甲伊工作的手稿单调，这份物理学界历史典簿是因为贝索收藏，才有法度保留到这嘛。Le manuscrit Einstein-Besson, c'est un document de travail autographe d'Albert Einstein et de son confrère et ami Michele Besso. Et c'est un manuscrit qui documente la genèse de la théorie de la relativité générale, qui est la découverte probablement la plus importante de la carrière d'Einstein et l'une des théories les plus importantes également de l'histoire de la physique moderne. 爱因斯坦1915年正式发表广义相对论，让一般人对动力、时间、空间的理解完全拢改变，也改变人类对宇宙的理解。开始科学家对动力时间膨胀、跟圆巧、动力谱的探索，为现代的 GPS 全球定位导航科技奠定基础。爱因斯坦也因此被人叫做是世纪天才。不过正趣味的是，这份手稿内面还有一寡错误、微调的方程式，加改进的计算结果。Einstein commet des erreurs dans ce manuscrit. Et pour autant, je trouve que ça le rend peut-être encore plus génial d'une certaine manière parce qu'on voit l'obstination, on voit aussi la pensée qui est en train de se construire, qui se corrige, qui se réoriente. 在拍卖会进前，佳士得有个得标计价会伫咧200万到300万欧元之间。23个巴黎拍卖会，爱因斯坦的手稿上尾也是由无表明身份的人以1170万欧元标掉。另外，今年5月也有一张爱因斯坦顶头写有伊正有名的伊顶有 MC 平方方程式的手写批，伫咧美国会以要甲100万欧元，关出市面价值3倍的价值卖出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国内新闻，咱来看高雄长久以来空气污染真严重哦，钢铁产业是上大的污染。高雄市政府嘛拍算要来定出新的排放标准，早起开第3届的草案公听会。也毋过有环保团体是指出，新的草案相关的排放标准嘛是无够严格。秋冬是高雄上容易出现空气品质不良的季节，其中空污来源阁是钢铁业占上悬。去年高雄的空污排放量，钢铁业的营业额啊，或者是硫氧化物的排放量，拢占3成以上。各界也希望赶紧推动钢铁业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出来的标准还是比2012的台中还要宽松，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一次的研商会可以再往前推进。环保局第24早起召开第3届排放标准草案公听会，面对钢铁业今年有上千吨的空污排放量，环保团体认为放零标准，也有业者固定污染源操作许可证的电影申请是上过零，恐惊会让市民搁要忍受5吨的空气污染。你还要等它好多年哦。你现在许可证展延有可能到115年展延，但有些可能113年。但是有一些工业的设施的排放的宽松标准，我们还要忍受5年呢。会请专家学者到现场去评估了哈，那当然就是说技术可行，然后也要空间可行，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来要求。环保局表示，因为高雄钢铁业发展有较早，即马若准备加装防治污染的设备，会因为所在无够受到限制，也会参考各界意见，赶紧把标准列出来，符合正人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社岛的开发案争议不断，今仔自9会到市议会顶前，因指控市政府做的环境影响评估是造假，经3笔无影响到实地土地来做调查，根本就毋是事实。环评造假，停止环评。
由市议员陪同，城岛足球会甲民间团体到台北市议会陈情，指控市府委托阿信公司办理环境影响评估造假，甲3笔无涉及到重要湿地范围的土地，摕来取代城岛开发计划4773笔土地调查。他明知要送4000多笔，最后只送3笔，而这3笔还刻意挑，就是明显不在重要湿地范围的地段，引起地方居民的强烈反弹。可是即便如此，台北市政府仍然像失速列车一样，要碾压社子岛居民的民意。并不是我们当初调查不实，而是当初调查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可以的。我们希望再透过单一窗口查询的方式来做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确认啊。不管市府的讲法，现场的城岛居民也不条抗议。你的区域改善的合理，都还朝我们的财产还要理性的讨论。土改总队重申，委托的阿信公司已经完成城岛开发计划范围内4773笔土地环境敏感调查，因为范围内土地分割合并加匍匐变更有4857笔，其中有3笔土地也未完成调查，才会透过单一窗口查询，并不是用3笔土地来作为代表湿地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的中央公园，去年底开幕，也毋过阁无到一档哦。有游客反映讲，便所附近的路面拢无平，是真危险哦。嘛有真侪设施拢有问题，根本就无亲像讲打起好一档尔尔。台中市建设局是表示讲，会来详细检查做改善。台中的中央公园去年底拄开幕，虽真侪网络出名的翕相景点，真侪游客到地观光。不过，才过一冬外的时间，即卖状况煞差真侪。游客中心边的草埔更溜溜，有袂少所在拢积沙。你在浇水就是不太均匀了，对，有的干掉死掉。啊，那硬体部分也袂少问题，便所涂骹地板拢坏去，翘起来几若公分。民众讲烦恼会跋倒，想要找一个椅仔坐落来休困，椅仔关度阁无符合人体工学，一坐落都差一点倒向海。另外也找无互人底水的饮水机，煞看到袂少互宠物啉水的所在。民众感觉颠倒是对宠物较友善。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他好像也对狗蛮友善的嘞。有狗的饮水的地方，竟然没有成人的饮水机。那你既然有打算规划这么大的公园，那其实我觉得说，你说这么大难管理，这不是理由啊。占地67公顷的中央公园，连接台中水南的精华地段。台中市府表示，面积是大安森林公园的2倍半，强调有少团智慧创新的概念，总预算27亿，当年拢爱开5800万来维护，市府也当咧规划改善当中。与生活体验区的部分哈，因为它是一个饮食的场所，所以目前我们是在招标当中。另外有个平衡体验区的部分呢，目前1楼是开放的，未来在12月份的时候，2、3楼的部分也会持续来做开放。台中市建设局表示，因为公园的占地宽，会采分区分段来进行小工程的维护，按照改善的基础设施，也会伫勘查了后赶紧施工。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丰滨乡新社村的海螺田哦，风景真水，也毋过因为以早过度开发咯，使用肥料农药，对海洋生态影响是真大。这几冬哦，地方上有一群少年人在推动友善农业，海里的生态哦，嘛豆豆啊恢复咯。为要记录新社坪田下边海洋生态变化，新社社区发展协会为7年前开始监测海底变化，佮要求在地农民唔通使用惯性农脱的肥料甲农药。几年来，海底珊瑚停止白化，鱼虾慢慢恢复。这2年我们陆续拍到龙虾、牛港生，甚至出海的渔民在我们近海就发现豆腐鲨的踪迹，那表示我们这边应该有他们的食物来源，所以他们会靠近来这边觅食这样。新社村是伫花莲东海岸一个半岛，当地大部分是噶玛兰族人。早年因为地真细，才用坪仔田来建造，想要到这几年，正做着秀景观，在地少年人感觉维护生态重要，推动优先建造，开始监测海洋。就是有协助到像在经济上啊，因为你生活跟他们种植的都有一些改变过，然后对身体的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目前新社半岛顶悬的坪仔田有11公顷，受疫情影响，有机米卖无好。有个农友想要转回过去种植方式，不过社区发展协会希望大家坚守有机，才会互地方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惠林高溪照一个英国拢会种槟榔的钟头，因为即马拢无咧收成咯，槟榔变做是粪扫。有在地少年人甲惠林科技大学学生合作，甲槟榔加工做成涂炭，品质阁袂歹哦。咱做回来了解。一般槟榔拢是摕来剥，你可能无料想到槟榔阁会使加工做涂炭，而且温度有小，通摕来泡茶，伫室内烧也真安全。好啉，好啉哦。啊，我是较安尼啉茶啦，啊，毋过有香，有香，也袂伤烧，也袂伤冷。有啊。长辈年纪大了，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做采收。那我们就想说，这个掉在地板上的槟榔，有没有办法再做另外一种价值的转换？我们结合云科大华安系下去做这个产品槟榔炭的开发。云林高溪桂林村以早出产槟榔，即马搁咧种槟榔的人，多数是时代，有当地啊无体力通采收，槟榔就落去涂骹，实在真拍算。时间一久，搁变做粪扫，破坏环境。在地青年就和云林科大学生合作，甲槟榔的籽重新利用，加工做槟榔炭。这种炭亲像咱平常时的空气，无臭味，也较袂造成污染。那我们的槟榔炭做出来的话是比较高品质的，那燃烧出来的话没有特别的比较多的灰尘或是比较多的有害空气出来。即马团队也继续办活动，教时代做槟榔炭，提升槟榔的价值，也通甲变做粪扫的槟榔拼咧，真正是一兼二顾。记者综合报道。一个经91岁之前住伫安宁病房的阿嬷哦，伊真想要看伫中国食头路的后生最后一面。也毋过因为疫情，就算伊转来到台湾，爱搁检疫、自主健康管理，拢总得爱21天哦。所以病院就向主管机关来专案申请。最后，这个囡仔有赶转来台湾，伫妈妈过身进前，有看到最后一面。蔡先生穿规矩的防护衫，照病院安排行防疫的动线，经过真侪关，落尾是来到安宁病房，伫厝内人的陪伴之下，见到老母的最后一面。我阿明吗？阿明，我昨天回来啊。阿嬷也有睁开眼睛看看叔叔，当下好像有大概出生了大概30秒左右，那阿嬷的感觉心情是很激动的。讲到病院表示，91岁蔡阿嬷因为心脏甲腰子的病恶化，今年带入去安宁病房。伊伫离开人世间真正的心愿，就是希望见到伫中国食头路的囡仔囝一面。但是按照目前防疫的规定，返来台湾要进行14天的检疫，佮加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医护团队评估，阿嬷的病势真危险，恐惊无法度等到21天了后。大陆回来还需要经过层层的隔离，然后天数满了之后才有办法看看说我们可不可以让小儿子在隔离的期间能有一个机会完成阿嬷的心愿。广东病院协助申请检疫出外探亲，台中市卫生局收到紧急申请了后，经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同意，带条件放零。因安尼11月初6，蔡先生返来台湾，让2天初8就顺利见到老母。居家隔离或检疫第1天以后且无症状，向卫生局提出申请，自费 PCR 检验阴性报告2天内，由卫生局安排外出。阿嬷和囡仔囝见面了后的2天，11月初10就离开人世间。国内疫情当好，虽然防疫的规范犹原严格，不过也温存特殊的状况，让一寡病人伫往生进前会当无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头一间伫台东的民间飞行学校，最近进口一只意大利制造的9人座的飞行机哦。今仔公司是表示讲要来争取自费空中救护车的业务。台东县政府是表示会来做讨论，让这台小型的飞行机有机会来乘做离岛空中后送的选择。安捷飞行训练中心拄则引进的这台9人座小飞机，虽然还未完成国内离岛的起降训练，不过训练中心讲，在国外已经有低跑道起降的经验，正在向民航局申请明年成立航空公司，加入东部空中的商业加观光飞行，也宣布要加入离岛空中救护。加强空中救护后送的能量，尤其是外国人伫咧咱国后送就医的服务。这些外籍人士在国外，他的商业保险其实是可以去支付
这个航空医疗运送的费用。这个可以承载9名的乘客，那在医疗的部分呢，可以放2个担架。 加5个医护人员跟家属。高警又强调，这台新型飞机的椅仔是快艇式的，1分钟会当艇一地。若要执行空中后送时阵，正紧就当改装完成执行任务。台南县政府讲，若这台飞机一旦符合咱国内后送就医的标准，就会甲安捷签离岛救护合作意向书。我们目前的想法是说，除了我们以往说空中后送的那个套。 所谓空警队的那个模式之外，安捷航空他们提供这样子的飞机，其实多一个选项。安捷飞行训练中心讲，希望明年1月会当通过民航局成立航空公司的审查，正式载客飞东海华、华东加离岛的空中旅游航线，同时也要拼伫咧明年通过离岛空中救护协会的申请。记者综合报道。 云林县甲嘉义大学签署海水智慧养殖系统产制计划，望讲会当来帮助云林的产业升级哦，嘛发展大细产业园区。这个计划按说明年的正月就会开始咯。 面对气候变迁，饲蛤蟆常常因为大水雨造成大量死亡。为着要开发到大细产业园区，云林县政府甲嘉义大学签署对海水智慧养殖系统产制计划，希望透过系统化设施养殖技术和自动监控，和沿海的养殖产业搁再升级。跟嘉义大学合作，这样的升级跟加值，能够为这个产业园区带来不同的面貌。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官学的合作，替我们产业创造一个最有力的后盾。 云林县政府表示，云林离岛式基础工业区大西区面积有1130公顷，为着要增加就业机会，会规划分期开发。第一期会伫大西海园甲国有地面积有93公顷，安排智慧设施养殖系统加计划性生产规划，希望加做安全企业国际化的示范园区。我们希望未来也会变成亚洲很亮点的一个区域，专业园区。 因为台湾有很多工业园区，但是真正属于养殖的没有。可是台湾又是一个海岛国家，其实养殖是它的特色。嘉义大学表示，这个产制计划唔但是针对渔民养殖技术再提升，也希望会当带动周边水产养殖的产业，包含加工甲冷冻货柜设备，甲周边产业拢做起来，提升品质甲价值。按说明年1月就会当开始申请办理咯。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大学太空遥测中心哦，逐当拢会用无同款的主题做卫星影像的月历。相信2022年是以12出台湾电影翕相翕影的场景哦，用卫星来定翕，搁做处理，那么做伙来看卖。每天从太平山庄走了3个多小时到翠峰湖去拍摄。 想起40多年前演出电影《春寒的点点滴滴》，导演杨秀新。 看过卫星影像当中所出现的太平山景，心内真有感觉。所以我们天没亮就走了，大概下午3点又要回头了，不然就整个天黑了。风景优美了，在画面里面呢，这营造是两小无猜的情感呢，也格外的动人。不只是太平山一个电影乱乱风尘的九份啊，甲饲阿真家的中华陕西地区，拢被卫星完整翕落来。 中央大学太空甲遥测中心推出2021年卫星影像杂志遥电影，经由延翕50公分级、超悬解析影像的毛小星地球观测卫星，配合3D 测绘技术，为台湾各地留下记录。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去拍摄同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可以去计算它的这个精确的地表的坐标。1972年拍摄的，这个时候呢，它的卫星影像的解析度只有80公尺。 但这个呢是50公分。当时拍摄养鸭人家的时候，这种是海埔新生地，但是现在呢，已经都变成现在的彰滨工业区了。太阳中心为1995年开始，每年拢会以无同款的主题制作卫星影像杂志。这摆挑选12部经典电影为主，为卫星影像当中也可以了解卫星解析度甲地景风貌的变化，来感受时代演进。 相关的技术除了记录环境以外，也佫对生物群的分布、天灾的受灾区域的分析，拢能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年初发公文予大学，强调讲办理营队袂当甲升学有关系哦，因为伫要歇寒咯，真侪当年营嘛开始招生，有营队是宣传讲会当来完成学习的听档案，这嘛引起家长的质疑。
无去政治选战了解运动医学 AI 安怎使用，点入去民间业者平台、韩国大学校系，阁有推广中心的名册网页。每年的校党营队是相当多元。我们的主题就是教同学，就是透过网站，然后来呈现他的学习历程，直接请业界的工程师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啊，蛮踊跃。在过去1个礼拜，差不多40位学生报名。民间营队大受欢迎，大学营队也无相让。成大医学生机探索营5天优惠价15,000块，50个名额随满。阳明交大的生医科技挑战营2天5,000块，按要收290个人。看到营队强调实作，主要推测学习历程，有家长质疑，那营队成果方肯入去后来学习成果，大学敢真正看得出来。学习历程现在越来越重要，这种越来越重要的情形之下，大家当然会很期待说，你能不能更仔细一点的告诉我们？可是现在看起来还没有，所以家长台普遍就很担心说啊，那6件就能辨别吗？船长连认为，大学安怎审查头一届考生的档案，大部分的学生和家长拢也袂当放心。教育部强调，大学招生专业化持续咧进行，而且年册有发函予大学，营队袂当和升学有交结。的老师如果要参与这些营队的，你不得去担任所谓的招生委员。你们怎么对啊？所有的这些招生委员我们都知道啊，因为都要上报到学校啊。成大表示，10月有中心发函予全部的系所，提醒营队袂当和升学有交结。若教授参与营队，就袂当担任招生委员。目前并无这款情形，若有发生，也有相关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凉歌艺术有300多档的历史咯，8档节嘛开始办台湾凉歌节咯，每档拢会邀请全台湾凉歌的团体来表演，活动是真精彩，咱做伙来了解。老店招老卡，阿母招阿爸，前脚对后脚，紧来听凉歌。对2014年开始举办的台湾念歌节，到今已经有8年历史。今年的台湾念歌节利用2个礼拜时啊，甲念歌之夜、南北大会师、拍拳头卖歌谣、新团之夜分做4天进行，邀请全台湾各地头念歌团体做伙参与。那有团唱乡村小调、台湾车鼓、柑仔兰古调，甚至甲台湾民谣重新编曲，丰富民谣的生命力。不管是传统的民谣，还是讲咱较日本时代的一寡台湾歌谣，其实拢足水足好听的。但是因为时代改变，我们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啊，你看，阮的乐琴其实虽然伊是乐琴，但是阮的弹法是较创新的做法。真好，已经办足侪年啊，我当年拢有来看，啊，真热烈。我感觉咱这个传统艺术吼，咱大家要甲推广。无论是台北北投的台湾乐琴民谣节，或者是台中的台湾念歌节，这拢是民间的念歌团体自发性举办，希望透过公开活动，把念歌文化带到转来。举办这个念歌节，互较侪人知影讲，台湾家己有家己的说唱艺术，叫做念歌。这念歌伫台湾300多档的历史，也嘛发展出真侪趣味的文化民俗，也一寡职业。拍拳头卖歌谣是安怎卖？啊，介绍这药啊，这拢一套一套有讲法，四句连一句一句咧讲。虽然台湾目前的念歌艺术已经无配合走江湖的卖药团体的表演，不过留落来历史分裂，拢是台湾口传文学、传统音乐加口传艺术的特色，也透过政府单位甲说唱艺术来做无形文化资产，互念歌会当继续保存落去。人讲有缘千里来相会。伊若无缘咧，见面未交陪。11月27到28，台湾念歌节，欢迎恁大家啊！记者郑家豪台中报道。来看南投第3个金山国小106年开始办越南话课程，后来因为新的课纲政府有加补助，所以是搁加开印尼话。加上课的老师是拢真用心了解真侪当地文化，嘛学生学了真趣味。学生囡仔专注咧念课文，详细甲听，因念的毋是英语，是印尼话。这是南投第3个真山国小为了后来新住民的囝儿实习所开设的印尼话课程。一开始我们不想学，因为在家很少用印尼语讲话。
我学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听得懂。印尼话吼，头一届袂晓，啊来就教个2届、3届，一路会晓讲，会晓写。老爸老母不是甲伊教个对话的安尼哈，则伊才有法度会较紧晓的。尖山国小自106学年度开始试办1礼拜2摆的越南话辅导课，唔但有互动课程，老师嘛分享越南的文化，成效阁袂歹。后来也受到教育部的经费支持，搁再开设印尼话的课程。学校里面有大约16%的外籍妈妈的家庭，特别先开设了越南语。教育部呢，也在最近的这几年也给予呢适当的经费，所以我们呢也开设了印尼语的课程。像印尼语的话，如果去那边的话，那还可以跟他们沟通。我爸爸妈妈以前去过越南，妈妈想说让我学一下英文，以后去越南让我点餐。尖山国小的新住民母语课程，也吸引到想要学习外国语言的囡仔来参加，互因自细汉就会当接触到开阔的国际文化，也互因的语言能力愈多元。记者综合报道。韩国人三顿拢爱食酱菜芹子哦，芹子伫全世界嘛拢真受到欢迎。最近有业者就推出芹子节，互消费者想要食芹子却无通买、食无的时，卖当先用啉的来骗喙。南韩的食品业者最近有一项新产品泡菜汁。 이게 바로 백김치입니다. 빨갛지 않죠? 네, 이 백김치는 배추를 소금에 염장간 절여서 그 식물성 재료들만 가지고 잘 발효시킨 다음에 그걸 다시 갑니다. 갈아서 그것을 착즙한 다음에 이 건더기만 빼낸 것을 다시 또 숙성시킵니다. 그렇게 해서 만든 주스가 바로 백김치 주스입니다. 这杯白色的就是泡菜汁。研发的人因为常常出差。 伫咧国外的时阵，会思念故乡的食物，不过泡菜味正重，无适合随身炸，所以才会想出做泡菜汁。业者将泡菜汁装入去果汁包内面，随舀的时阵就当倒菜啉。虽然全世界大家拢知影韩国人真爱食泡菜，不过用啉的大家敢爱。 직접 한번 먹어보니까 진짜로 집에서 엄마가 해준 그 동치미 맛 너무 익숙하고 맛있고. 딱 고기 먹고 입가심으로 먹으면은 굉장히 시원할 것 같은 그런 느낌이었어요. 여기다가 뭐 사과도 좀 썰어놓고 무, 배추 이렇게 그냥 좀 썰어놓어서 금방 먹어도 아주 신선할 것 같은데 굉장히. 아이고 주부들도 환영하겠어요 이거. 너무 괜찮아요. 啉过的人拢讲气味也袂歹。 这项产品伫咧南韩已经开始卖，想要啉看泡菜汁是啥物滋味，伫南韩的便利商店就能买到。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 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